Hello， 各位觀眾，歡迎收睇灣星探頻道，我係阿正。今期咧同大家嚟到咗華僑城希岸嘅位置嚇，介紹翻兩套特別筍嘅單位啦。事因係咁樣嘅。阿正有個親戚想買樓，咁然後咧佢話肇慶新區邊個樓盤值得推薦嚇？咁我首選咧就話華僑城希岸啦。第一個呢邊容積率低係嘛，第二個呢邊嘅質量啊同埋環境都會比較好。第三個咧就係呢個位置咧喺北門行2步路咧就可以去到長利河，再往翻我哋南邊嘅位置咧行大概5分鐘都可以去到咗艷陽湖嚇。平時即使佢爸媽去帶仔咧，都係有一個唔錯嘅一個娛樂空間嘛。呢個親戚咧就講到希岸之前睇過覺得貴喎，咁其實我哋亦都研究咗一下，其實依家咧仲有兩套會比較筍嘅單位啊，咁亦都今期推薦俾大家。位於我哋 D6 棟嘅118方戶型，咁佢依家嘅樓層咧係一個低樓層嘅3樓同埋一個頂樓嘅一個位置。兩套單位咧就冇太多個選擇啦，睇翻大家是否能接受個樓層。最關鍵係佢性價比高嚇，79萬起嚇，大概80萬左右有價格啦。計翻單價係6000蚊出頭嚇，帶埋啲精裝修又係現樓嘅狀態，所以講我覺得性價比係非常之 OK 嘅。咁如果大家近期有考慮過買翻一啲性價比又要注重翻環境嘅情況咧，其實呢個樓盤的確係一個唔錯選擇。咁我哋今期咧就先同大家睇翻一個3樓嗱，今日咧亦都係一個陰天起霧嘅狀態，睇睇3樓佢嘅採光效果同埋個戶型佈局，然後咧我哋再上翻頂樓。睇翻上面呢套單位佢嘅一個表現又係點樣嘅先，我哋依家立住出發。OK， 咁依家同大家咧上到嚟現場嘅位置。雖然講係一個低樓層3樓嘅位置，但係大家可以睇翻啦。今日起霧嘅情況下，陰天嘅狀態咧，其實佢嘅採光係一啲都唔差嘅。咁主要原因咧就係佢兩邊冇太多嘅一個高樓層遮擋啊，所以講保證翻呢套單位佢嘅採光性。呢套單位咧總價係79萬嘅，計翻單價係6000蚊出頭。諗住按揭嘅情況咧，15萬蚊嘅首期啊，月供係2700蚊，就可以輕鬆上車到我哋華僑城嘅一個精裝單位啦。我哋呢隻戶型咧，佢係一個橫廳嘅4房3衛。我哋從呢個位置睇翻。首先大家可以了解翻呢個位置啦，佢係有一個防火門嘅。防火門呢個位置咧，只係我哋呢一戶，咁我哋可以完全喺呢個位置啦，做個鞋架嚇，完全係唔影響到其他住戶嘅。呢個空間咧係全贈送嘅面積嚟嚇，所以講係會比較實用呢個單位。入到嚟之後咧，交樓標準係一個鋼製木紋門啦，包括咗有我哋嘅石油嘅智能密碼鎖。入到嚟之後，右手邊個位置係交樓標準嘅鞋櫃嘅空間，有個鏡櫃，平時出入咧可以照下照全身鏡，包括咗後期咧喺呢個位置裝翻張換鞋凳就 OK 啦。呢邊咧仲有少少個材料冇裝翻入去，佢主要係做咗個採光飄台嘅位置。平時可以坐住喺度換鞋啊，或者係放張坐墊喺度呢個位置咧，亦都係 OK 嘅。有個採光窗會保證翻我哋入戶呢邊嘅一個採光度。入到嚟之後咧，俾大家睇翻整隻單位佢嘅一個大廳效果。118平方佢嘅一個橫廳咧，就冇我哋以前講嘅143方嘅橫廳咁大嘅。佢依家呢個位置嘅進深咧，會去到咗6.2米嘅。然後呢個位置嘅闊度咧，去到4.5米啦。呢個橫廳空間咧，剛才阿正計咗一下咧，係大概28平方左右，即係大概係300尺左右嘅一個空間嘅。平時食飯喺呢度嘅位置，建議就放翻長台啦，因為佢呢個進深唔係咁長啊，所以講咧，你放圓台嘅位置，到時候佢嘅前面嘅位置咧就會顯得有少少窄。做咗長台之後咧，其實喺呢個空間咧可以做翻 sofa， 對面離我哋嘅一個電視背景牆咧，大概亦都有大概係4米左右嘅一個距離嘅。呢個空間咧，我覺得係會比較好用嘅。畢竟橫廳嚟講咧，佢最大嘅好處咧就係得房率高，廳嘅空間會比較大嚇。再入到嚟呢度咧，就會嚟到咗廚房。廚房呢邊咧係一個咁樣嘅推拉門嘅交樓標準嘅，增加翻透光率。入到嚟呢邊可以睇翻啦，櫥櫃呢啲全部做好晒嘅，3件套嘅品牌啦，
包括咗呢個位置預留咗一個雪櫃嘅空間。咁啊，整體嚟講咧，呢個廚房可以企住2個人啦，同時備廚亦都冇問題。出到嚟呢度咧，就會嚟到咗我哋嘅生活陽台。其實呢個生活陽台睇起身好細啊，但係佢會比較長少少嘅。做翻一啲外面嘅陽台櫃啊，增加翻收納空間，或者係放下洗衣機咁樣咧，其實呢個陽台亦都會比較好用。咁我哋睇翻主陽台先，呢個位置。咁一排過嚟咧，呢邊我哋飯廳有採光窗，呢個位置有落地窗，所以講即使係位於3樓咧，佢嘅採光都唔差。上到嚟之後咧，佢有一個又係6.2米嘅一個闊度嘅一個陽台啦。咁望出外面嘅位置咧，就主要係要望住我哋嘅一個幼稚園嘅位置嚇。咁主要咧佢嘅一個視野係會比較開闊嘅。前面有我哋戶外嘅樓，但係咧係會比較遠，超200米嘅距離，所以講導致咗佢低樓層佢嘅採光咧，亦都係非常之舒服。其實再加上依家呢個位置望落係有少少內圓啦，同埋外面嘅冇高樓層，所以講其實佢嘅視覺感咧，我覺得還可以嚇。6000蚊出頭咁樣嘅價格咧，可以買到華僑城希岸嚇，亦都係非常之值得嘅。然後咧我哋再睇埋房間呢邊嘅佈局。總共係有4間房、3個衛生間嘅設計。咁呢邊個位置咧係第一間房，佈建咗陽光房嘅設計嘅。呢邊望出去嘅情況咧，亦都會望住小區內園嚇，景觀還算 OK 嘅。咁呢個房咧，佢係贈送咗一半面積，見到呢個掣位係做咗喺呢邊，可以做個1.5米床喺呢度，加翻一個衣櫃都係冇問題。然後過到嚟呢邊咧，就會嚟到咗我哋嘅公共衛生間。公共衛生間方面採光都唔錯啊，包括咗空間咧係唔使擔心嘅，非常之 OK。再過到嚟呢度咧，就會嚟到咗我哋嘅第2間房。咁呢間房佢係連接出我哋嘅主陽台嘅位置，所以講佢嘅採光咧係會唔錯嘅，包括咗佢嘅通風咧都會比較好啊。然後空間方面咧係比我哋剛先嘅第1間房稍微會大少少，可以做1.5米到1.8米床都係冇問題。咁房間嘅交樓標準咧都係複合木地板啊。過到嚟呢邊咧，第3間房，感受翻空間都係1.5米床嘅標配，包括咗佢嘅採光窗咧，都係會望住內園嘅位置，景觀同剛先第1間房差唔多。入到嚟呢度咧，就會嚟到咗我哋嘅套房衛生間。如果要改浴缸嘅，呢個作為我哋嘅細套房咧，亦都可以作為我哋嘅一個浴缸嘅房啊，都係冇問題嘅。畢竟呢啲房間佢嘅衛生間空間咧，都係會做得會比較大。最後咧，再睇埋我哋嘅主人房先。主人房呢個位置咧，之前143方嘅主人房係好大嘅，佢嘅依家118方呢個衛生間咧，依然都係咁大嚇。做浴缸咧完全冇壓力嘅。洗手台鏡櫃咧，呢啲就係咁樣嘅交納標準啦。再睇埋我哋嘅房間先。呢間房總體嚟講都係唔錯啊！呢個空間最主要咧就係佢呢邊嘅採光都係好靚嘅，7字形嘅採光窗。望住少少嘅綠植景啦，同埋望住外面同我哋露台嘅景觀一樣嚇。大家亦都可以發現啦，呢個單位佢主要佢嘅採光靚咧，都係因為佢前面遠處先有樓層，兩邊咧各個房間咧基本上都有景睇嚇。所以講雖然講係一個低樓層啦，按照翻79萬咁樣嘅總價，6000蚊出頭嘅價格咧，你可以買到一套咁樣嘅單位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如果大家中意低樓層嘅情況咧，呢套係一個 OK 嘅選擇。如果你話中意高樓層嘅，咁我哋依家再上翻高樓層睇翻上面嘅採光啦，同埋佢視野係點樣嘅先。OK，咁依家阿正咧同大家上到咗現場嘅位置。呢套單位26樓，總層高係2梯4戶20層高嘅，即係我哋依家呢個單位咧係個頂樓嚇。但係華僑城呢邊嘅頂樓咧係會比較搶手嘅，因為呢邊咧佢好多單位頂樓嘅景觀會更加靚嚇。好似依家呢一個平層咁樣啦，前面呢個02單位同埋隔離嘅03單位咧，都係已經有人居住緊㗎啦。我哋介紹嘅呢個118平方咧，喺我哋電梯間出嚟嘅右手邊喺呢個位置有個房門，我覺得佢嘅隱私性咧亦都係做得會比較好嘅。可以入到嚟睇翻。其實呢個門咧，其實係後期可以自己用啲嘢塞住佢之後咧，係做翻常開都冇問題嘅。睇翻自己是否覺得麻煩啦，你覺得唔麻煩就可以關埋佢，保證翻隱私性。呢個位置係我哋嘅一個入戶嘅位置啦，呢個係一個公共嘅位置，唔係計算我哋嘅面積嘅。呢度單位咧就26樓嘅04 118方，總價係829000，比剛先嗰隻單位咧大概係貴咗4萬蚊唔到。首期咧係159,000，月供係2800蚊，
咁其實如果你係諗住供嘅情況咧，數據係差唔多嘅同剛先嗰個單位，畢竟佢相差嘅金額咧都係3萬幾4萬嚇，相差唔係好多。睇翻大家是否可以接受低樓層或者係是否可以接受頂樓啦。咁再同大家講翻啦，就依家呢個 D6 棟嚟講咧，佢嘅交樓時間係24年交樓嘅，24年交樓到依家我哋嘅25年底咧，其實已經接近2年嘅時間啦。嗰時阿正睇過下，整間屋係冇任何嘅一個天花漏水嘅跡象嘅，所以講其實如果擔心漏水嘅情況咧，可以過到嚟現場嗰邊去睇睇，或者你真係有漏水方面嘅一個擔心咧，就可以考慮翻低樓層啦，係嘛？其實之前亦都同大家分析過呢啲咁樣嘅頂樓佢嘅優劣勢啦。優勢方面就係你會發覺依家上到嚟同3樓嘅採光咧係差好遠嘅，依家呢個單位嘅採光的確係非常好，包括佢個視距咧亦都係好遠，係嘛？仲有咧就係佢嘅隱私性好，樓上冇咗其他單位，咁唔使擔心樓上移凳啊，或者係影響到自己嘅一個居住，係嘛？佢個劣勢咧就係剛先講到嘅，是否擔心漏水咧？包括咗佢高樓層越高肯定會越熱，係嘛？呢個咧就係佢嘅一個優勢同埋劣勢啦。睇翻大家是否係適應得到呢啲咁樣嘅優劣勢。咁我哋就廢話少説啦，俾大家睇翻佢嘅一個景觀同埋佢嘅採光。因為戶型咧就剛先講得好詳細嚇，依家主要俾大家睇翻佢房間啦，同埋我哋露台嘅位置，望出嘅視覺感有咩唔同。呢邊咧，你會覺得佢嘅視覺感會更加闊少少嘅，包括咗喺樓與樓之間咧，望咗有少少嘅長利河嘅位置嚇。總體嚟講咧，亦都係會有一個唔錯嘅體驗感啦。然後呢邊係廚房，咁我哋依家呢個位置咧係客廳、飯廳，採光都係好靚嘅。雖然講話陰天有霧啦，但係我覺得呢個採光真係非常之滿意啦已經。然後呢邊咧就望後面嘅山景，有少少山景，同埋有少少長利河嘅景觀啦。視野方面咧都係會比較 OK 嘅。咁房間嘅採光咧都係非常靚嚇。咁有啦，我哋睇埋衞生間呢啲位置，整體嘅採光都係好 OK 嘅。咁就唔一個逐個房睇啦，主要俾大家睇埋佢嘅主人房啦。大家可以留意翻啲天花都冇任何嘅一個滲水嘅痕跡嘅。主人房呢邊咧都係好舒服嚇，整個7字形嘅大採光窗咧，去大保證翻我哋嘅視覺感嘅，非常之唔錯。呢隻單位咧就位於頂樓嘅，總價會比剛先79萬貴咗，大概係3萬5到4萬咁樣嘅價格啦。呢度咧就係我哋今期同大家介紹嘅118平方嘅一個單位啦。依家就剩低2套單位啊。我覺得佢性價比係非常高嘅，單價都係6000蚊出頭啊嘛。總價係80萬左右。有意想話買翻好少少嘅地段，好似我哋依家呢個華僑城軒韻啦，出對係長利河，再行2步咧去到鴛鴦湖，其實亦都係非常唔錯嘅。有意向聯繫翻阿正，上到嚟現場嘅位置進行實地考察。今期嘅分享就到呢度，持續關注佢哋溫星塔，我哋下日再見，拜拜。